中间，请唤起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注意，也特别记得大众传播基金大众传播所在做的施工，不要借着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到17节一起来思考一个题目：你们是基督的身体。保罗用脚、手、眼睛跟耳朵做例子，说每一个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保罗用脚、手、眼睛、耳朵做例子，说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人扮演脚的角色，有人扮演手的角色，有人扮演眼睛的角色，有人扮演耳朵的角色。不管你扮演什么角色，你都不能说我所扮演的是最重要的，其他都不需要。脚不能说只需要一个人，只需要脚，不需要手、眼睛、耳朵。眼睛也不需要说我眼睛是最重要的，其他耳朵、手、脚通通都不需要。每个肢体都扮演一个功能，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有用的一个肢体，一个身体。这个肢体也是其他肢体的帮助者，你不能把它脱离出来说我没有其他的，我可以独立存在。保罗用这样的理论在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分工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分工跟合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保罗要提醒各位弟兄姊妹，因为当他会那样讲，基本上是当时的哥林多的教会已经在分裂了。有人说我是属保罗，有说我属亚波罗，有人说我属彼得，有人说我属基督。每个人说我属那一派，我属那一派，好像说其他的派都不需要，只要我就能存在。保罗说没有这样的事情，每个人属于某一方面的肢体，你的了解都是一部分，你的工作都是一部分，你的贡献都是一部分，合起来才是一个整体。不能说只有你的部分。教会如果这样子，那教会就会衰败。那我们就今天借着保罗这样的思考方式，我们来想，他4个例子非常精彩啊！这个例子，我们在历史里面都发现，有人真的扮演基督的脚，有人真的扮演基督的手，有人真的扮演基督的眼睛，有人真的扮演基督的耳朵。我们再想一想，这些历史上、教会史上，他们这些人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我们一起来借着这样的故事，在历史上所做的事情，我们来思考：你们是基督的身体。第一个，有人真的是成为基督的脚。公元1888年6月到9月，刘铭传，我想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他亲战千里田亩，官吏苛征。我翻的白话一点就是，刘铭传刚上任的时候，他就发现一件事情，很奇怪，台湾这么多的良田，这么多的那个这个田亩，为什么征得的税只有这么一点点？田税为什么这么一点点？以至于我要做公共事务的时候都没有钱。那第一个反应一定逃漏税。做逃漏税的时候，这个逃漏税的事情不止今天有，古时候也有，今天也有啊。有时候明明要打发票，他故意不打发票，所以他就省下来了。或者是说我要报的价格是有发票的价格，还是没有发票的价格？人人都想办法要省下那个税收。刘铭传一来，发现台湾土地田亩那么多，为什么只收这些税？好好查下去，这一查，5甲的报成1甲的，10甲报成2甲的，一大堆，就是收税。那个手段非常的可以说是残忍。那么这一件事情再加上，另外有一个大庄，东部有一个大庄，一个镇，有一个客家人叫做刘天旺，他的妻子被一个清朝的官员叫雷福海，姓雷的一个官员奸淫。
以后就非常愤怒啊，就聚集当地大庄附近的平埔族，去杀了雷福海这个政府的官员。聚集起来要散不是那么容易，就那个部队继续在攻击附近的军营。6月中旬，今天的瑞穗，你们满人的瑞穗牛奶的瑞穗，观音山、竹田、富里、池上便当的池上，关山所有的当地的客家人，通通都加入。到后来，连东部的阿美族也加入反叛军的行列。总共这样子，客家人以至平埔族，以至于阿美族，总共加起来，当时在台湾东部反叛满清的有5000人，这在台湾史上是一件大事。不过我相信你们在课本上大概没有提过。那叛军的口号当然一开始是要杀雷福海，杀这个可恶的这个官员。而雷福海杀完以后，口号要怎么喊？就改变了，那口号变成要杀古鲁人，讲我这款话啦。台湾而已啦，那口号变了，半途改变了，说要杀火罗人。火罗人大家都紧张了，他散布在池上、这个关山、玉里等地啊，为了安全，大家都聚集在玉里那个地方，屯兵屯粮在那准备对付平埔族，对付这个客家人，准备对付这个阿美族。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时有很多的基督徒。也被这些叛军所诱引的、诱发，跟着他们走，说你们要跟着我们，你不跟着我们，我就杀掉你们。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个，我们不止在这个地方杀雷福海，杀这些官员，我们还要打到台东，你们要跟着我们，不跟着我们，我们也把你干掉了。这些人要走，要拿着兵器要去杀人的时候，他们就第一个想：我是基督徒我每礼拜做礼拜。实际你会告诉我不能杀人到底我能不能去参与这样的战争呢？就去问了那个传道人。当东部的传道人，这个阮维仁的后代，他们叫阮德辉啦、阮德茂，你可能有没有人认得？阮德辉、阮德茂，高雄前进教会的牧师，以前彰化基督教医院的院长，他们阮家的。阮维仁在那个地方牧会，阮维仁就担心2件事情：第一个，我平常教导就不准杀人啊，怎么可以去参与杀人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想到一个现实的问题：如果这些人真的跟着这一些叛军去打台东，台东真的打下来了，满清支援的部队上来，到最后谁输？叛军输啊！他心里想到一定是叛军输啊。那我这些弟兄姊妹怎么办？心里想，没有办法，烦恼忧愁。第一个只有想到说，好好祷告，为这件事情求上帝开恩施恩。第一个，第二个，他想说，我可不可以把这样的事情想办法把它刊在西部的台湾教会公报之上，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碰到这样的困难。不只为我们祷告，也帮我们想办法。所以，阮维仁这个传道人就写了2封信，7月5号一封，7月8号一封，然后请人从东部爬山涉猎，从东部经过南回，然后一直到台南，然后在9月21号把那个信刊在教会公报之上。这个信我把它翻成中文念给大家听。这个没有想到，当年一封信让我注意到了，台湾史还有这一章他说6月的时候，官方这个跟百姓拿猪非常残忍，强迫要钱，一点点时间都不能食言，百姓不甘愿。后来那些不拜上帝的人跟阿美族一起聚集。在6月25号杀了官员4个人，兵丁70-80个人。现在的瑞穗，他写的是追位了，八九哥、玉里、新开亨寮、池上都已经没有了，糟糕惨了。后来到底会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世俗人讲，看到火罗朗就要杀，火罗朗都跑到玉里到八九哥
合去了，住在一起。我还在死海的礼拜堂，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我只知道我要坚守我的岗位。我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请你们帮我们想办法。这是当时的一件事，1888年的事情，离现在好久了，好久以前的事了。不过我们从这件事情，我们发现说，有人当基督的脚，从东部拿着信，边跑爬山越岭的跑到西部来看呢。我后来也发现一件事情，今天彰化基督教医院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医院，对不对？可是我发现说，1896年，大拿医师开始在彰化设医院，为什么那么早？1896、97、98、99到1900、1901、02，张基很多消息在教会公报都看出来，我就觉得奇怪。我这个教台湾史人，我都觉得奇怪。日本人当时纵贯公路还没有弄好，那铁路更晚呢。信是怎么送到南部的教会公报去看呢？我发现大社有一个姓潘的弟兄，长期的每次都跑差不多5、6天的时间，跑到南部，从南部再跑5、6天回来，把那个消息回给那个兰医师。有人当耶稣基督的脚。我们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我们几乎都不会提到的，我们都会提到那些伟大的英雄、演讲者、教会的长者，但是我们都不会注意到那小小在下面炒饭的人，那些看不见的那清洁厕所的人，没有那些人，整个的事情无法圆满。第二个，保罗说：“你们是基督的眼睛，你们是耶稣基督的眼。”哥林多强调说，弟兄姊妹之间，我们都彼此需要。说我们不能说只有我们自己不需要其他人，我们必须跟其他的基督徒结连在一起，彼此同工，好像身体彼此需要一般。我注意一件事情，我常常讲到，我们眼睛长在这个地方很伟大的，这个眼睛是长在我们头部里面，跟手连接在一起，跟脚连接在一起，跟整个身体连接在一起，这个眼睛才成其为眼睛。这个眼睛把它放在玻璃罐子里面，眼睛就不成其为眼睛。所以每个肢体都是重要的，不能说哦，这个身体能够看见都是我的功劳啊，其他的不重要。手拿东西不重要吗？脚走路不重要吗？张牧师今天走路你觉得怪怪的，因为我脚有点受伤，我身体就有点怪。不能说只有我重要，其他不重要，我们合起来是非常重要的。1971年，长老教会发表国事声明，强调台湾的住民有权决定台湾的前途。1975年，我们的呼吁政府不要没收我们的圣经，尤其我们白话字圣经。1977年人权宣言强调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这3个宣言，长老教会的总干事都是高俊明牧师，所以政府在1980年4月24号把高牧师抓起来，关起来。是非对错留给大家去判断，我也在这里也不再讲。我只要讲说，高牧师被关以后，探访高牧师的故事之中，有一个是他玉山神学的学生温信礼牧师，台湾族的牧师。他从台湾族这个走路坐公车到屏东，屏东换到高雄，高雄换火车到台北，台北再换车子到要去看高牧师。结果人家说不准，你的资格不符合。为什么？今天是亲族探访，你不属于亲族，不可探访。这位温启明牧师就跟高牧师的亲族讲：你们要进去开门的时候，门开大一点；进门的时候动作慢一些，让我偷偷的瞄一下高牧师，这样就够了。我在这样的眼睛里面看到，你们是基督的眼，也看到马太福音第25章所说的：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
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我，我在监牢里，你们来看。你们是基督的眼睛，你们是基督的脚。第三个，保罗在这里第三个提到，你们是基督的手。这个故事我很喜欢，我从小听这个故事，到后来我喜欢到一个地步，我跑到好莱坞亲自来看这个故事。那个人所经过的地方，这个人叫 Damien Lever， 麻风者 Damien， 一个比利时乡下的一个年轻人，25岁当神父。后来他自愿到夏威夷传道。夏威夷有一个岛专门收容一些麻风病患，人数大概有800个人。Damien 原先不定期到岛上帮助他们，到后来他就决定住下来，留下来。Damien 跟这些麻风病患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他招募一些修女到那个岛上，帮那些生病的人结婚所生下来的孩子，帮他们照顾。因为有些人手烂掉、脚烂掉，身体无法动弹，帮他们照顾。Damien 也帮他们争取衣服、食物、医药。他自己当木工，为那些病患盖房子。如果有人去世，他帮他们订棺木。1884年有一天清晨，他端开水不小心，那个开水烫到自己的脚，他发现他的脚没有知觉，他才惊觉他也得麻风病。麻风病不是完全不会传染，还是要小心的。Damien得麻风病。那天早上是主日礼拜，他在主日礼拜上讲说 ：“We lepers， 我们这些麻风病患。”那些人一听就知道他得麻风病。政府知道要赶快把他送出去，在那外面治疗。他说可以，生病本来就要治疗，我愿意治疗，可是请在下面的条件下，这个让我离开，就是请把我治疗好了以后再送我回来。1889年4月15号，他安息在上主的怀抱。他到岛上第一个晚上，他没有房子可以住，他睡在一棵树下。离世的时候，他最后一句遗言是：“把我埋葬在那棵树下就可以了。”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手的故事。他们没有手，我成为主的手，去帮助他们，让那些手脚烂掉的人照样可以享有生命的一切福气。我在看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就想到马太福音25章讲的。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的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最后一个，你们是基督的耳朵。我念神学院的时候，我的神学老师叫D.D. Williams， 这个人很厉害。我记得他一句话，上课的时候老师讲的那句话，我把它记在本子上。后来我不翻本子，因为我记起来。那句话是这样讲 ：Listen carefully in order to be a Christian。为了要做一个基督徒，要仔细去听，听听看周围有没有人说无水可喝，拿水给他喝；有没有人说我没有地方可住，留下他；有没有人说我赤身露体无衣服可穿，想办法帮他；有没有人说我下在监牢里，没有人来看我，去帮助他，去看他。当我们用心去听的时候，我们成为基督的耳朵。亚当·史密斯 （Adam Smith） 这个苏格兰的这位有名的经济学学者，他的分工论非常的出名。他所有的经济学原理，他的最出名，而且非常简单。他的讲法是这样子：每个人只需要把他分内的事情做好，不必做其他所有的事情。这样每个都做得完整，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他说，一个面包师不用去缝制衣服，裁缝师不用去做面包，鞋匠不用去抓鱼，抓鱼的人不用做鞋子。每个人都各尽本分，这样合起来就是一个有效率的社会。
这样的理论听起来很简单，实际上有时候很难做到。在教会里面也一样啊。有些人可以做基督的脚，你就为基督而跑；有些人可以做基督的眼睛，你就为信仰而看；有些人可以做基督的手，你就用你的手去服侍他人；有些人可以当基督的耳，你的因信仰而去听。这样合起来就是一个有见证的教会。那今天我受派来到中间，特别提醒大家注意，我们有一个支点是大众传播今天主要特别请大家关心的新眼光电视台。那几乎是在教会里面是最不起眼的。很多教会的长老也常常这个样子，都喜欢去那种大机构，去马偕医院当院长，马偕医院当董事去大学去长荣或者去真理大学当董事，这好像比较体面。盼望我们在基督里面受教导，慢慢我们学习一件事情，不要去做那些被人家看到的，不要去做那些看起来是非常美名的。我从年轻的时候，我被我的牧师教导一件事情，去做那些必要的，不要去做那些大家众人去拱的。我感谢上帝，我这一辈子没有去当马偕的董事。我不是说当马偕董事不需要的，不过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样的能耐，可以去抵挡那样的诱惑。当那个位置诱惑有多大？不要每个人都那么想去，你我耐得住那个诱惑吗？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坐在这里听上帝的话这么久的人，立志做一件事情。主帮助我这一辈子做那是必须的事，而不是是不是别人看不到的事。我们是低头祷告。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7日第一日主日，继续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保守我们每一个年轻人的心怀意念，真的从年轻的时候就愿意为主而跑，为主而看，为主而听，为主而做。保守年轻的心智也为主而读书，为主而建立家庭，为主而奉献我们一切所有。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祈求，我可以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